張生，多謝兩個協會 WTIA 阿 Keith 啦，同埋 PEA 阿橙都係。咁另外多謝評審團啦，阿錢生同埋各位評審。今日好開心，其實原來兩個獎一齊，因為我哋第一個 ICT Award 咧，2008年咧就係攞 The Best Star。去到今年咧，其實都已經十幾廿年。參加今年嘅 ICT Award 嘅時候咧，我問咗我哋個製作總監頭先阿 Andy， 我問佢點解要參加今年 ICT Award 啦？佢就話佢好想同一班同事咧一齊嚟攞獎，特別咧想同阿恒嚟攞獎。一齊上台。我好欣賞我哋一班製作部嘅同事嘅，因為呢個咧就係佢哋好有人情味，因為一班十幾廿年嘅同事，而人情味咧係香港製作人咧嘅一個好特別嘅特質嚟。點解會咁講咧？我想 share 下頭先因為一齊上台，其中一位阿恒咧，阿恒咧係我哋公司嘅遊戲策劃，不過咧佢身體越嚟越差，需要咧依家係在家工作。我問阿恒咧：你咁辛苦喺屋企養病，點解仲要做 game 咧？但係佢笑住口同我講嘅，每日咧要洗4次身，其他時間咧都冇咩做，除咗做遊戲咧，佢都係打機㗎。遊戲人咧就係咁啦，即係呢個係好特別嘅特性。而家人係一班咧可以將一生咧奉獻喺個創作裏邊嘅一班人。呢個咧係我哋遊戲人嘅第二個特質。公司咧今年第20年，有90%嘅同事咧都喺行裏邊咧做咗10幾廿年。其實所以今日咧我都特登嗌咗啲現職啦，同埋就算離咗職嘅，我都叫佢哋一齊嚟。但係我都唔止咁啊！我同阿 Joanne 咧，我問大會咧攞30幾個位。你攞30幾個位咧，因為咧我哋好想做一件事。我今日啱嚟到嘅時候，同 Amy 傾咗好耐，好想做一件事咧，就係做傳承。其實疫情之後咧，我哋同阿 Tiffany 創辦咗一個咧青少年嘅培育機構叫 iCare， 同佢一齊合作咧。頭先一齊坐輪椅嗰位咧，喺每一季咧，我哋邀請一間大學、一間大專院校咧，同佢哋一齊做。依家去到第六間嘅大專大學，一齊嚟做實習生培育計劃。我今日咧都邀請咗2間，一間中大，一間 HKIT， 佢哋喺晒後邊。中大嘅老師講咧，我哋係全香港嘅實習生嘅大戶嚟嘅。咩叫大戶咧？我終於知道咧，原來我哋呢個年紀咧，我哋接咗70個實習生咧，原來就係大戶，可以一齊同佢哋一齊做 game， 一齊教佢哋做 game。遊戲人咧好特別嘅，我呢度好多朋友，遊戲人咧唔止係想自己好嘅，香港嘅遊戲人係想埋個行業都好。呢個係我哋第3個咧好特別嘅特質。最後一段咧係聊我啦。聊嘅時候咧，佢分享一個特登咧俾DPO 啦，數字政策辦公室咧嘅阿張生。好多人咧覺得做遊戲咧好似玩下，但係咧我哋唔係咁諗㗎，我哋好認真嘅。遊戲咧唔係淨係做遊戲，遊戲咧都係一個輸出文化嘅一個平台。喺2008年咧，我哋第一次踏嚟呢個台，去到今年咧，我哋上咗台7次，我哋做咗4億嘅 download， 3套中國全國第一嘅遊戲，7次咧喺大陸裏邊咧攞最大嘅獎，包括攞咗一個大陸嘅奧斯卡遊戲嘅奧斯卡。香港嘅遊戲人咧好特別嘅，佢唔怕對手嘅，會同最勁嘅對手去鬥。呢個咧係我想分享嘅香港遊戲人第4個特質。我覺得香港做遊戲咧好勁嘅，真係好勁。我哋成條 team 咧20年咧都係香港，20年咧都係葵涌。有興趣隨時可以歡迎嚟我哋度。依家咧香港世衞就話咧香港缺乏土壤咧，唔緊要嘅，我哋一齊做。多謝大家，時間交翻俾大會。Thank you，恭喜晒！會促進香港有限公司。